草是对寒天的流血衍生出来的热天运动，有位观众朋友可能还有印象，10多年前台湾各地家家都有溜草场哦，溜草也是过实行。不过里面溜草场一件件疏黑的，也个运动呢也停了没落的。佮当时台湾培训呢许多溜血溜草选手，溜血溜草协会理事长陈云明教练顾国发，如黑行业2、3年如设系奥运溜血比赛中华代表队嘅选手，为操到进行溜草运动，因为也2年如去出境的培训选手，还希望争取替台湾来办国际级别比赛。走左侧、右侧都可以。下一位准备出发选手背号1号张三准备。头年之后，接过一场3万向前流，用 S 型的方式通过这山一山起门，中间为溜草跟漂水，老过首先拍水，动这个地方，先手沙沙点出本地，手一下两下半，只经溜到8个公差距内。为世界冠军溜草溜血强人其中强下，让人民众代表国家参加明年的德国、加拿大举办的世界溜血锦标赛，老定日本举办的国际溜草锦标赛。溜草系由冷天嘅溜血运动发展出来嘅热天运动，20多年前溜草运动传入来台湾是冬天。像安住台湾冇嘅嘢冇线嘛，所以佢你到学生人咯，佢发些做发些运动，属于用啲挖草来做训练，所以国际上有练东西出来以后哦，我发些合会我计量是喺总干事吼，我出来捞佢引进来台湾吼。该溜是台湾有32张溜草场，选手最多的时间就是50届，每世纪办过亚冲国际比赛。不过，在台湾推行了10年变革，才停的停停。计量是台湾的经济起飞了嘛，经济起飞了，土地价值都提高了，哦，他们比了个地主就拿来畜牧啊，也拿来做培养的东西。好，第一点就台湾夏天它多水嘛，它不落水嘛。溜草场传毛钱，相随关门，连下冲提示中2-3位，变作推广溜草运动最大的困难。这2年国际上一直慢慢很多人在从事这个运动哦，啊，比如近很台湾讲，要讲加个推展起来哈。需不需要这样绕这么大圈？不需要嘛，只要。所以溜血溜草协会也2间积极培训选手，排先排水。前年、去年都派了10个届小婴儿到欧洲培训，希望重新带动溜草运动。把身体压低到那边起来的时候，你的重心才不会被弹起来。所以重心越低越好。年纪越小入门的话，他对这样的平衡感的学习跟记忆，对跌倒的恐惧都会比较对恐惧来的比较低，对学习的记忆会来的比较深刻。顾国发是系奥运溜血选手，结果2项刺激对口速度感觉累起汉运动，是唔系沙感高。100个人里面，大概只有1个人敢玩这个运动，也就是说，你敢玩这个运动，你就已经赢过99个人了。好，因为然后接下来就是你敢玩这个运动，然后你要安全的玩。一定会跌啊，有时候就会跌得很痛，然后甚至就会跌到有点不太想滑。那怎么还继续啊？就因为好玩啊，而且对这有兴趣，然后就会想要继续滑。就是溜下来的时候很快，然后都会有风吹到我的脸上，很凉这样。
那你一开始玩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难啊？还好。那像这样子速度很快，你不会怕吗？第一次从那个跳台滑下来的时候会啊，可是就一直滑就不会了。跌倒唔同，迄一开始起会行房啊，就会够唔稳，行球的就晓得行的，唔过转吧就冇好转。你可以往前一点，前面一点，然后大概再往前一点没关系。OK。过弯的时候，对不对？动作要漂亮一点，手要在前面。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张开，对不对？你要用力的时候，对不对？就有点像这样子的用力。也到些选手动作都是体能让位的冠外刘国些，20年台湾刘草在个开始退休，佢哋咪積極參加，哈希望入下冬天強下耕業。因为兴趣，有滑雪就想来滑草，可是希望有场地可以再大一点。也会希望说有更多人可以跟你们一起玩这个运动吗？希望。本来就有在滑雪，然后后来就是去协会的时候就遇到他们要去滑草，然后觉得很新奇，就是想要滑草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就跟着来，然后来的时候就觉得跟滑雪很像，然后就觉得还蛮好玩的。这边一片绿油油啊，草皮啊，然后对小朋友的眼睛啊、视力各方面，还有健康方面都很好。那我接触到之后，我就发现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这个运动确实可以带给一个人在心智上的一种沉稳转移到他的人生经验里面，就是他会胆大心细，他会冷静的去判断自己的现况，然后做出最有利的选择。为到推廣溜草，也到教練教選手都係奉公界，咪看嚟出幾多前夢界係乜界。我們這個斷層有斷了10年，12、10幾年的時候，他們的小朋友出現的時候，對我們很開心，因為我們撐了很久。我希望他們可以贏過我們才可以慢慢可以退休下來。第二點的時候，我希望他們可以去跟國外的選手去競爭。坦白啲喺項目可能第世界運動會參與安尼比賽，這個樣是你訓練當好選手，你演出做的在這個領域裡面來為國爭光。照溜雪溜草協會統計，當年有超過230到冠位溜雪。所以，關於嘅溜草運動，喺當中機會好發展。只係講冇衝突係前提嘅問題。一下嚟到都適合國際比賽選手嘅教練，即係想為重新帶動台灣嘅溜草運動，希望南擺唔單搶變做全面運動，喺國際比賽後，咪看得到還能到為台灣之光。